表里头分一间塑胶工厂，伫咧今仔日早时就回收，乌烟是请到隔壁乡镇拢看会到。有一个员工互人预防性送病院，其他的员工是有顺利走出来。也那工厂区内底有3000多公吨的有毒化学品，也无互回收到。不过消防人员是毋敢大意，是派出无人机甲消防机器人来协助救灾。真高乌烟一直冲到天顶，几公里外口就看会到。苗栗县头份市华夏海湾塑胶工厂19早起9点外发生大火，消防局派出39人、18台车来拍火，并且出动无人机对空中翕落去掌握火场的范围，小面积大约3600平方公尺。而且为了避免厂房落落去造成危险，也使用这消防机器人入去厂房内底下水。出动那个无人机具我们的那个水带炮打车有延伸到内部，因为内部目前已经有塌陷的状况，所以我们为了同仁的安全，我们就是外部防护，内部由机器人的部分做内部的攻击射水。苗栗县府讲，导火所在敢若是工厂内底机台，早起并无咧生产，厂房内底有2栋大豆油，所以讲火烧甲真大。警消人员到现场，先甲一个小可受伤的员工有奉先送病院，其他人员拢顺利疏散。也过工厂周围空气内底有塑胶味，背后佫落7点乌色的物件，有民众反映讲，摸伫咧皮肤感觉真痒。黑点。塑胶微粒还是碳的。对啊，你看这都黑点。那你在你身上会有什么感觉？就是沾到皮肤上会很痒。它因为今天是属于弱风的状态PM2.5大概12到20微克之间的，标准是15微克啦。毒化物也离那个地方有100公尺，所以没有毒化物的问题就没有发生。环保局讲，塑胶工厂厂房火烧开所在，离工厂区化学原料仓库大约100公尺，内底所藏350吨塑化剂，也有3000吨的氯乙烯这毒化物，加在拢无烧到。即阵当地属有较无风的所在，监测空气品质 PM2.5并无正常称悬的状况，提醒伫风尾头份德南造桥一带民众暂时较卖出来。因为工厂烧开火已经得到控制，出来火医院正伫处理，确切导火原因也等待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